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在敬拜，但是我们所将来要去的地方目标都是一样的。那长老教会，因为在嘉光有很多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来，他们对长老教会的认识也很不一致。那他们常常问说，长老教会跟其他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好，那我简单的从教制里面呢看到说，我们的法规，将我们的长老教会教制分为牧师、传道师、长老跟执事，有这4层。但是呢，特别提到长老和执事，有划线的地方。好，如果您看得到，可以跟我一起来念吗？长老与执事是上帝所选召，由教会信徒从敬虔、有名望并受圣灵感动的会员中选出的代表。好，长老执事呢是受选出来的，好，目的是都是上帝的仆人，为了要服侍神，并且要带着谦卑服侍的精神，好来与牧师、好长老、传道、执事，好一起来协调兴旺福音。好，所以我们的长老教会很清楚，好，长执是为了要来兴旺福音，是要来建立教会。好，但是呢，我看到很多好的教会的长老，好都选出来之后呢，就是要来管牧师的，好，要来管牧师的，好，常常呢不是要来做事的，是要来管事的，好，所以常常只有出一张嘴，但是呢要动一个指头呢，却都不愿意。好，那这是完全违反我们在长老教会的精神。另外呢，长老教会的这个行政法第11章也提到说，牧师也是长老。牧师呢是专务于教诲之工作的长老，就是上帝话语的仆人。所以在长老教会当中，好，长老本来就是长老，牧师也是长老，好，是负责于教诲。但是呢，牧师呢也借着主持小会，跟教会的长老一起来治理教会。所以呢，长老教会当中，好，包含了牧师，好，包含了长老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那但是呢，在这样当中，好，我特别思想到说，那我们圣经当中到底怎么样来描述长老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好，对长老既然是这么重要，好，我们圣经当中怎么样来描述长老呢？好，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旧约中的长老有很简单的3个的意义，好，但是呢，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人从人的国好带领进入到神的国。第一个意义呢，他是一个统治者。最早在圣经里面出现长老的呢，是在创世纪第50章的地方。那时候是约瑟在埃及当了宰相，而他的父亲雅各过世了，他们要去埋葬。那时候呢，就有埃及的法老，他的臣仆，还有埃及法老的家中的长老，他们跟着约瑟一起上去埋葬他的父亲雅各。长老，好，他的希腊文是 presbyterios， 好，那它的意思呢，就是一位年长者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都用这个长老教会，好，用这个意义，好来当做我们长老教会。他除了是一个年长者，好之外呢，他代表的就是一个统治，好，是一个治理的人，所以他就是一个有权位、好有权柄治理的人。这是在埃及地好所产生的意义，就是他跟法老的臣仆是一个统治者，统治全埃及，统治全地。但是呢，上帝要把长老从人的国带进入神的国，所以到了摩西，在何烈山上遇见荆棘被火焚烧，没有毁坏。出埃及记第3章的地方的记载，当上帝呼召摩西，要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摩西向上帝抱怨说，他没有办法，好，他左口笨舌，好，同时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做。上帝除了告诉他你有你的哥哥亚伦之外，你还有这些你要召集以色列中的长老，召集所有的长老，带他们一起来出埃及。原来埃及的这个长老的制度，好，在以色列人当中经过了400年也传承了下来。所以上帝要这些长老，地上国的长老，要带领他们出埃及，而要进入应许地迦南地。而第3个身份呢，就是当他们进入到了旷野当中，在旷野当中，摩西带了200-300万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要走这么漫长的路，管理他们这么多大小琐碎的事情。摩西常常为了百姓的这些重担而向神埋怨，甚至在民数记第11章，他跟上帝说，他忙不过来，干脆让他死一死比较快。但是呢，上帝告诉他，你去召集以色列的70个长老，我要把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，
让他们可以同担重担，跟你一起来管理好治理他们。所以呢，这些长老好在旷野当中，他们就被拣选，好被按立，甚至被上帝的灵所浇灌，要带领百姓一起从人的国进入到神的国。而这70个长老的传统呢，也后来成为了犹太人当中的公会。他们的公会呢，就是由长老好来主持，成为旧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传统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在旧约中的长老，他代表了统治者，代表了领导者，也代表了管理者。到了新约，经过了1500年之后，到了新约，上帝要这些长老呢，从公会要进入到教会，从公会进入到教会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、受死、埋葬与复活，把这个人的智慧带领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。而在教会当中，我们看到新约当中有很多的经文，有20处的经文都是在对长老所说的。我挑选其中当中的5节，来让我们知道说，每一位做长老的，不论是话语的长老、教会的长老，或者是治理的长老，都是上帝所拣选，而有这5个身份。第一个就是要领导，领导呢是为了要治理教会。提多书1章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既然做教会的领袖，做上帝的管家，就应该是无可指责的。他必须不傲慢，不暴躁，不酗酒，不好斗，不贪财。我用的经文都是现代中文译本。长老是教会的领袖，是上帝的管家，他必须要治理教会。所以做长老的呢，他必须要来治理，要领导教会，带领弟兄姐妹在基督的身体里面。第二呢是要辅导，辅导呢就是要牧养教会，牧养教会。彼得前书第5章第2节，是彼得他所写给这些在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做长老的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：要牧养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群，甘心乐意地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为酬报而工作，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。长老们也要来牧养教会。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我们的长老江南教会都有担任区长或是部长。区长就是要与牧师一同来牧养教会，牧养弟兄和姐妹。第3是要教导，而教导是为了要来装备教会，装备教会。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2节这样子说：教会领袖必须无可指责，他只能有1个妻子，他为人要严肃，能管束自己，生活有规律，乐意款待异乡人。好，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念：他必须善于教导。好，所以长老们也要能够教导。教导的意思呢，不只是教导主日学、教导青少年、教导圣经，要能够装备弟兄姐妹，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呢，做长老的，就是要能够受装备，并且去装备人。引导呢是要来主持。我们长老教会最会，长老教会长老都很会开会。好，那长老们主持教会呢，在圣经当中也有例子可循，就是当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出去布道旅行，使许多的外邦人也信了主，做了基督徒。但是他们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要不要受割礼？这些在外邦信主的，不是犹太人，他们信了耶稣，要不要跟犹太人一样一起受割礼？这个事情很奇妙，圣灵并没有很明确的给他们 yes or no， 圣灵也没有告诉他们该怎么做，没有意象，没有异梦。但是呢，他们就用开会讨论。使徒行传第15章第6节，使徒们还有长老们就开会讨论这个问题。最后由彼得起来发言，然后雅各起来定夺。雅各是当时教会的长老，而彼得当时是教会的使徒。他们呢就起来定夺，就决定了4件事情不能做，就是勒死的牲畜、拜偶像的物，还有奸淫和血。这4件事情不能做之外，其他的这些恶呢就不放在这些信主的基督徒的身上。所以他们的开会有没有意义？非常的重大，否则我们今天基督徒受洗了还要受割礼。除了你要洗礼之外，男生还要受割礼。但是当时的会议做了决定，
到今天的全世界的教会都是一致的。所以呢，长老要能够引导，要能够主持教会，好，特别在圣灵所赐的这个公义、和平，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当中，要能够帮助教会来建立。而最后呢，就是要宣导就是要代表教会。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，这是保罗召集以弗所的长老，在他要回耶路撒冷之前，对他们一段语重心长的话。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自己要谨慎，也要为圣灵所付托你们照顾的全群谨慎，要牧养上帝的教会，就是他借着自己儿子的死所换来的。保罗对这些长老们的期待就是你们要谨慎。这一节里面提到谨慎2次，要自己就要很谨慎，同时还要为着这些神所托付的羊群全群来谨慎。所以里里外外单独要谨慎，在众人的面前也要谨慎，谨言慎行，做基督的代表，做教会的代表。所以在新约当中，让我们看到长老的意义更加的贴切，更加的真实。好，这5个导呢，就是领导是要治理教会，辅导是要什么？牧养教会，教导呢？装备教会，引导是要主持教会，宣导是要代表教会。所以当个长老容不容易？跟牧师一样，牧师也是长老，长老也像是牧师一样，这是我们在长老教会当中很特别的。但是呢，这样子的教导呢，传承到现在，经过了2000年，从使徒行传，而这2000年当中，进入了教会的历史。我们可以在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，如果要讲，要花很长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来看，这2000年当中，在学习的功课呢，就是从独权进入到平权，从独权进入到平权，这是一段不容易的。在初代教会，我们从五旬节一直到第5世纪当中，我们看到当时的使徒，后来雅各成为教会的长老，彼得呢他自己也成了长老，所以在彼得的书信当中，他说我这做长老的。所以这些使徒们，他们除了使徒的职分之外，他们也成为长老职分，甚至到了第1世纪，也开始有很多的高发的教父。他们也继续延续着这些长老还有使徒的精神，把上面这5个岛的工作呢继续的延续下来。所以有很多的教父，奥古斯丁、特土良、尤斯都等等，他们呢做中心的教导真理，做领导的工作、辅导的工作、教导的工作、引导的工作、宣导的工作，而受到人的肯定和敬重，就成为后人所敬仰的教父，用他们的书信，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道。但是呢，从第5世纪进入了中世纪教会，长达1000年的时间，我们发现这个教父呢又逐渐发展成为主教，到后来又发展成为教皇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主教的衣服一个比一个华丽，他们的椅子一个比一个大，他们的座位一个比一个的高，代表这些权力呢，在教会当中开始进入人的心，产生一种试探，人都想要来争取这个权位。做教皇，他呢说的话就等于圣经所说的话，甚至呢在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还把圣经都把它封锁起来，让人没有办法读神的话。所以教皇说什么就等于神说什么，权力极度的扩张，很多人都想要来做主教，很多人都想要来争取教皇。所以用买卖的，用贿赂的，用谋杀的方式，成为教会史当中非常黑暗的一面。但是这样的事情长达1000年，到了第16世纪，进入了改革时期，由当时的这些改革者，他们起来开始改革。他们发现圣经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教导。圣经说人人皆祭司，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祭司，每个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当时非常有名，也是我们长老教会的改革者约翰加尔文，他就从圣经里面来着手来教导做整理，同时他的学生约翰诺克斯来把加尔文的神学把它发扬，成为长老教会的制度和体制。
所以呢，除了长老教会，当时还有其他的教派，路德会、信义会、圣公会、门诺会、圣洁会，很多的教派、浸信会都在那个时候一个一个产生。我们看到呢，是每个教会成为一个教派，每一个改教者成为一个教派，他们都建立自己的教制，而就把信仰呢分散。虽然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么样的集中的权力，但是呢，每一个教派都好像是一个小教皇一样，都好像是一个小派一样。而长老教会选择呢是用选举的制度，是用代表的制度，不要让权力集中扩张在一个人身上，而是用代议制。又到了近代呢，17世纪开始，这些教派他们都要宣扬他们的教义，所以呢，他们开始向海外去宣教、去殖民。然后又经过了100-200年，又开始呢有各个神学家，然后呢神学家呢他们的成为学派，从教派成为学派，学派呢又进入到了近100年的灵恩派，还有福音派的冲击当中。然后又到了最近呢，这近几十年来，我们看见教会在做的合一还有普世的工作。所以呢，从当时的荷兰人出来宣教，然后每个教派都开始出到海外去宣教，然后呢，到近代的神学，各个神学的学院学派，然后呢，到今天基督徒都在追求普世，追求合一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天主教呢，他们还是一样的合一，因为他们从来不分裂，他们都是一个教会，一个教宗，一个教宗，一个教会，不管在全世界各个地都是。而比较灵恩的呢，他们追求特会，他们会办特会，和各地各教会基督徒一起敬拜。那在福音派呢，他们会透过普世的运动，把各宗派、东正教，把这个改革宗，把这个新教的弟兄姐妹招聚一起。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，让教会不再是独大，让人的权利不再是集中独权，而是进入到一个平权，进入到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中来敬拜神。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在末后的日子当中，上帝也要让教会能够合一。所以呢，在12-13年前开始有了全球祷告会，每一年的圣灵降临节，各个宗派基督徒们聚在一起祷告，这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。为的就是说，人不再做主，人不再站在神的面前，而是要让圣灵做我们的主，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继续看到的是将来的长老。那特别的是在启示录当中，也记载了长老，而这些长老呢是在永恒当中的服侍。这些长老要做的呢，就是他们要从代职进入到全职。今天我们的长老有牧师有长老，那牧师是全职，长老是代职。那但是呢，在启示录当中，这些长老他们不再做代职的工作，他们不再是公司的老板，不再是公司的总经理，不再是在地上来上班，而是在天上的服侍。启示录的第4章第4节就很清楚这样子的记载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。这些长老们，他们有一个座位，这个座位代表什么意义呢？这个座位，如果当我们来看到讲台上面，有2张椅子，代表坐在这上面椅子的服侍的人，是有他特定的座位。同样在天上的服侍，这些服侍的长老也都有特定的座位。座位呢，代表了地位；座位呢，也代表了资格。而这些在启示录当中服侍永恒的长老，他们都是专职，他们是不能被取代的。他们是在上帝的面前是何等的重要，在那边昼夜不断24小时不断的来服侍神，在那边敬拜神。第二个，他们身穿白衣。白衣呢，代表的是圣洁，圣洁就是不沾染污秽，能够去胜过罪，借着耶稣的宝血，罪得以涂抹和洗净。
所以呢，在天上的服事呢，必须要用圣洁、守节、心切来服侍神。这是我们在地上所要学习的。今天我们不论是不是长老，我们都要服侍，我们也都要圣洁。当我们追求圣洁，这是神所喜悦，并且帮助我们能够进入永恒。第三个，这些长老们，他们还头戴着金冠冕。冠冕呢，代表是一个奖赏；冠冕呢，也代表金呢，代表是一个荣耀。而金冠冕呢，代表是一种权柄，也代表是一种得胜。他们的生命呢，纵使遭遇患难，纵使遭遇攻击，但是最后他们都能够靠主来得胜。所以呢，神赐给他们每24个长老都有金冠冕在那边来服侍。当然有人说，这24个长老会不会是旧约的12支派加上新约的12使徒？那跟我们都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启示录也没有明说。或许这24个长老也是代表着在地上各族各方各民神所选召的，在那边昼夜来服侍神的长老。还有呢，在启示录第4章第10节到第11节，让我们看到这些长老他们的态度有一种侍奉的态度。第10节，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：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在这边，让我们看到这些长老们，他们在神面前侍奉的态度是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。匍匐的意思就是 fall down， 就是趴摆。好，我们的台语翻得比较好，趴摆，伏在地上。所以呢，匍匐的意思，好，在这个图片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好，天主教的修士他们也在操练匍匐。好，但是呢，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服事啊，不是只有趴在地上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我相信这种是一种服事的态度，就是要我们全然的谦卑，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，好，不看自己，不骄傲。好像今天刚才牧师带我们所读的会前读经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神要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态度，就是要完全的谦卑。不论是做牧师，是做长老，是服侍者，都要用谦卑的态度来服侍。最后呢，这些长老们还要有的是一个祷告的生命。在第5章启示录第5章第8节这样子说：他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长老们要有一个祷告的生命，这个祷告的生命呢，就是除了匍匐在宝座前之外，要拿着琴与香炉，而香炉呢，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长老们要很有信心，因为祷告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有信心，才能够蒙悦纳。所以做长老的，如果对神没有信心，怀疑胆怯，祷告就无法看到上帝的成就。所以在永恒中的长老有这5个生命，就是他有这5个让我们可以看见的形象。第一个，他们有座位，代表了他们的权柄；他们身穿白衣，要有圣洁的生活；而头戴的金冠冕，他们要有得胜的生命，同时还要有侍奉谦卑的态度和祷告的生命。祷告的生命。我们的长老教会不是一个又长又老的教会。然后长老教会，他把它念成长老教会，所以就是又长又老。然后呢，很多人说长老教会拢讲台语听无，长老教会拢在管政治，长老教会拢台独，长老教会拢民进党的，这些都是对长老教会的误解。我们要知道，长老教会是一个500年来宗教改革，甚至追溯到2000年前《使徒行传》。甚至更追溯到3500年前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的情境，要把人从地上的国带进入到上帝的国，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上帝的话，还有上帝的灵。愿上帝的话还有上帝的灵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的长老，包括我们的牧师、我们的长老，
也充满在我们教会的信徒，让我们真正有上帝的话、上帝的灵来建立神所喜悦的长老教会。有问题思考，好，有这3件，好，让我们能够来思想，有没有哪一位长老是最值得我尊敬的？在这位长老或是牧师的身上，他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样子的影响？而长老教会所组成的小会，在上帝的心意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及托付呢？如果你是教会的长老，你清楚你在小会当中的责任和使命吗？第3，我们看到教会不是只有现在有长老就好，下一代的长老也是要受选出来，而这下一代的长老要具备何种的能力跟特质呢？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？甚至我们也跟神祷告说：神啊，好，求你使用我。好，我不是要长老的名分，但是我愿意有长老的生命，有这样长老的态度和侍奉的精神。好，求你帮助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孩子感谢你拣选我们，能够在长老教会当中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份子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要来感谢你1年的带领，同时我们在这里也是为了要来在上帝的面前数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。主啊，更恳求你让我们清楚，我们知道我们在迦南教会当中我们的责任、使命还有意向，特别当我们是做长老的，求你更塑造我们有一个服侍的生命、服侍的态度、祷告的生命，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和姐妹都能够羡慕善工，都能够成为神所拣选贵重的器皿。我们这时候要用使徒信经来成我们的祷告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